我哋土拓署咧其實係不斷咁推動唔同嘅新創新科技，團隊就探索咗一隻新嘅物料叫做高燃性輕質混凝土。而呢隻混凝土咧，透過我哋本地香港理工大學嘅團隊幫手一齊研發。元朗南嘅新發展區其實係北部都會區一個住宅嘅重鎮，我哋將新嘅工程技術引入去呢個項目，屆時咧會對元朗市中心嗰個交通會有一個舒緩嘅作用啦。希望可以加快同埋對居民嘅影響減到最低，締造一個南綠新家園俾我哋元朗嘅居民。其實今次推動主要都係 CEDD 嘅，我哋即係其實最大功勞。因為我哋今次做呢一個foam concrete 咧，佢就好輕，但係同時咧都有相對地高嘅強度嘅。我覺得今次咧呢個係一個好偉大成就，我哋呢個係世界第一。十八鄉交匯處新連接路開通咗之後咧，18鄉路嘅繁忙時間暢順咗好多啦。加上大棠路同埋大旗嶺路口嘅優化工程咧，大大舒緩咗元朗市中心同埋大棠區嘅交通壓力。咁元朗南工程咧，按住基建先行原則，先提升道路交通。唔單止配合未來元朗南嘅發展，更先讓元朗區居民咧就受惠嘅。土木工程擴展處咧完善嘅規劃同埋元朗南工程團隊嘅努力係值得一讚嘅。我咧一直咧就非常關注元朗區嘅交通情況，亦喺2024年向元朗區議會交通運輸委員會反映，盡快完成18鄉交匯處新連接路，舒緩交通擠塞。元朗南工程團隊反應迅速，用咗創新物料取代大型混凝土結構去建造路堤，足足快咗1倍時間。新嘅連接路亦都喺1月18號正式開通啦。我當然第一時間落場實測啦。早上繁忙時間交通真係暢順好多喎。喺度要多謝 CEDD 同埋工程團隊，真正急市民所急，運用科技賦能，提質提效，令到新嘅連接路盡早開放俾公眾使用。我哋早前咧喺1月15號就參觀咗呢個新連接路嘅工地啊，知道工程團隊用咗呢個高燃性輕質複合混凝土呢項細一嘅物料，取代咗大型嘅混凝土結構去建造路堤，成功將整個嘅施工期縮短咗5個月，令到新連接路可以更早開通。我哋多謝元朗南工程團隊為我哋保持緊密嘅聯繫，亦都等我哋可以幫手反映市民嘅意見，亦都話俾市民聽咧最新嘅工程資訊。係啊，聽工程團隊咧同我哋講解咧 LDECC 呢一種創新嘅物料，除咗加快咗路堤嘅施工，仲減少咗施工期嘅噪音。通車之後，我哋收到唔少元朗市民嘅正面回應。話依家返工放工用咗新嘅連接路之後咧，交通真係暢順咗好多㗎，非常之咧欣賞 CEDD 嘅同事啦，同埋團隊咧對我哋嘅用心啦，令到元朗南嘅發展咧可以更早咁為我哋嘅市民咧帶嚟實際嘅改善㗎。